共享月今天要来公布的是我们颁奖典禮當天兩組非常重要的主持人。首先，在5點半鐘傳藝大道，今年將帶給大家別開生面活潑的氛圍，當然也要介紹讓我們所有登場的這些入圍嘉賓能夠有感受到尊榮。我們今年傳藝大道特別邀請到非常熟悉台語歌曲，也可以說是台語歌壇的小天王，還有再搭上非常熟悉慶典文化的這位。有Hello， 大家午安。夢賢跟我們招偉，蠻多人的傳藝大道上為大家服務，他們日常給大家看到就是很活潑、很接地氣，想必這樣的情緒還有氣氛，也可以讓我們的整個傳藝大道格外的熱鬧。而在我們的典禮上，今天也是非常亮眼的清新組合。大家午安，今天我们要公布傳藝金曲獎的主持人，跟我們活躍榜大有關係。知名的 YouTuber。今天将會看到他典雅的一面。我們號稱竹花系鋼琴老師、鋼琴家江雨婷江老師，兩位將會共同擔當擔任重要的頒獎典禮的主持人。4位嘉賓已經來到現場，讓我們用熱情掌聲邀請兩組藝人一同上台。陳夢賢。在我身邊，這是百萬兄弟。我們先來跟大家打聲招呼。夢賢先來，我們傳藝的長官、3立電視台長官，還有所有線上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陳夢賢。各位賓客貴賓，還有咱全台灣傳統藝術界所有好朋友，先進哈，我是咱百萬兄弟來自咱小琉球的哥哥陳招偉大哥。好的，這是我們在傳藝大道上大家將會看到的，非常開心看到這一組組合，為我們來在這個傳藝大道上介紹所有的入圍嘉賓。而在舞台上頒獎典禮當天，哇，美麗的江老師搭配我們帥氣的聲線，來兩位跟大家打聲招呼來。Hello， 各位長官，還有各位記者先生們，大家好，我是江老師。Hello， 所有現場的長官，還有線上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破億吉祥物蔡長憲。对，是这样。哇，原来今天大家那么高調，哎呦，要低調的意思。我全球巨星都不敢講，大家都講好多，叫了3個小時高調，平常也沒有踩高蹺出來。這眼神都好大好恐怖。那您今天也格外的有野心啊！大家看到你的時候會覺得，是換了一個人，因為平常看你比較有點浮誇跟瘋狂，你今天突然端莊了起來。好像有被長官指定出來，指定就是他們很怕我在台上打。今天還帶着長輩一起來出席，我們看到江老師的誠意，這樣蠻好的。好，這邊這位兄弟檔是這一組兄弟檔，現在已經是小琉球之光了。這麼說也實至名歸了，對。而且你們要登上傳藝金曲獎這麼重要的一場這個我們的典禮之前的傳藝大道，真的很重要，因為今天有一個概念叫登陸，就是登陸。當然，因為你們都是有100萬人氣，所以也要借由你們的影響力。是，然後讓現場更熱鬧之外，也要吸引很多觀眾進來。這個夢賢跟招偉有沒有特別做了這些事情的一些小小的演練？夢賢先說好。其實我們思考了很久，從接下這個工作，我就一直開始在想說，我到底是要正經的主持，還是呢要帶入綜藝感的主持？所以我一直在想，一直在猶豫那個尺寸的拿捏，對，猶豫很久。但我覺得很多人對傳統藝術的觀念可能是，它就比較傳統，對，或者是比較嚴肅。那呢，我覺得呢，我們可以用親切的，或者是有笑聲、幽默的方式呢，是讓更多人來了解傳統，一起來參與，然後認識更多的傳藝老師。沒錯，而且入圍就是一個榮耀，當天在整個傳藝大道上，一定讓他們就倍感尊榮，然後也讓他們好好讓觀眾來認識他們，對不對？那招偉在這邊，那我個人是覺得我們兄弟檔算是歷屆的傳藝金曲的這個主持的組合裡面，最可以被稱為跨界跟傳統藝術為組合。過去37屆的，為什麼你知道嗎？因為呢，攏在我兩個兄弟聽的這個綜藝界吼，可以徛起，是因為咱過去就在看歌戲，
這個基礎哦。那所以呢，我覺得 login 370這個概念呢很好，就是說我期許自己可以當成，比如說大家對於傳統藝術很遙遠跟陌生那種距離，到達這個傳統藝術的彼岸的那一艘船這樣子。真的，您出来都是一艘航空母舰。对，不管是吨位還是水位，都是收蛮大一艘。在分量上绝对够，上面還有一個全球巨星，咱們兩一起為傳統。對，我們海陸空的客人都有照顧到。他本身就跨界嘛，所以要觀眾也要跨界。对，很多的粉絲，也許借由今年第37屆的傳藝金曲獎，認識更多傳統藝術的創作。對，我覺得他們也需要被用掌聲來照顧到。对，像大家知道我的婆媽粉絲蠻多了。那自從我接下傳艺主持之後，我就分配他们已经到各大劇團去那個一旁領養，當臨演的，一起來參入，一起參與，一起登錄。我喜歡你說的分配感，我有感受到你本身喜歡被你分配。对，我個人是蠻期待，就是說呢，這一次的入圍的這個名單裡面哈，歌仔戲界的前輩跟我們的入選者，我幾乎95%都認識。然後還有國樂界，因為我本身有跨國樂這個部分，我本身是彈柳琴的。嘿，對，那看不出來是不是這樣子？是說啦，我們接下來進一段。對，我自我介紹一下，我得過2屆全中國的柳琴大賽，得過2屆的冠軍。所以啊，我跟你講，他現在沒有打算說這一點。我跟你講，結論就是很多人關心說，你等到在那主持這個傳藝金曲，結論就是我們會以傳統傳藝的職人的精神，搭配綜藝藝人的娛樂感融合在一起來呈現給大家。真的，我們的傳藝大道想見熱鬧非凡，而且我們會讓典禮在這個頒獎之前就非常熱鬧。那2位在聽完之後，大家我覺得有壓力，有壓力，因為他們好像是實至名歸，找我們好像就很冒險。對啊，但是沒關係，我覺得我們傳統藝術就是要冒險、要挑戰、要勇敢，所以找了你們2個。雖然大家都覺得我跟傳藝好像沒什麼相關，確實是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我覺得不能這樣子，對。那先說你好了。我必須說，我真的非常關注傳藝金曲獎，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古典音樂主持人，所以我們很多古典鋼琴家。對，講到，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每一年很多的音樂家朋友啊，或者是教授，他們都會把自己的作品拿到這個舞台，這樣。沒錯。所以我關注很久，然後這一次可以用主持人的身份加入，好棒，非常榮幸。真的，我昨天不良認識你，就一直看你的影片，我今天還在回想，我現在看到跟昨天沒有，剛剛已經被講過，上台只要帶5%的情緒上。對，大概已經拿出6%了。他們2個，我剛剛開到 turbo。沒有，他們剛剛在拿10%而已。對，根據我的了解跟認識，昌憲也還沒拿出來，他這樣1%的東西在。沒有，其實因為我自己算是在裡面參與過最多金曲金鐘獎嘛，最多的嘛，所以我就不想要在他們面前講太多，但是我覺得畢竟我也是有入圍主持的經驗，但是我覺得每次參與金字輩的典禮，我覺得我都是抱着一個心情，就是我可以去接近這些大師，接近這些非常厲害的創作者、表演者，我覺得仿佛接近他們，自己好像也有很多提升，自己好像變得更厲害，就是抱着這樣的心情去接觸他們，所以我也希望所有不管你對於傳統藝術你是熟悉還不熟悉的人，你都可以很輕鬆的登錄來看這場典禮，你會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對啊，因為每一個表演者、創作者，他們選擇了自己喜歡那個藝術的類型，然後進入了這個世界嘛，對，所以我們也許會在頒獎台上看很多年輕的，就跟你們一樣，希望通過你們的方式，讓這些人呢得到更多人的認識，而且蔡昌憲他不止主持過，他還入圍過，所以他可能感受一下那個現場大家怎樣的心情。但是他今天登場很重要的意思，旁邊那個在說我也有入圍啊，我這樣子，也是有那個心情。畢竟我第一次主持一個節目就入圍了啊！學長，100%嘛。今天大家都好高調，當然我們都覺得都不是正對啊。前面共來到我們金曲獎、金鐘獎都不好意思，我是去年金鐘60的表演家。為什麼火藥味這麼濃？沒有，那在典禮聽到最高，讓大家知道說我們是拿出十足的誠意，擺出最好的。對，不管在傳藝大道或是在我們的典禮上。好，那當天當然上面的表演之外，就看到我們
為我們整個來典禮顏色。那最後呢，還是要請你們這個報告一下典禮時間。時間你要分配我要看几點，先到哪個位置先卡。好，那我们就先从传艺大道。时间是8月22号下午的5點半開始。那電視直播呢是在東風衛視37頻道。那網絡的部分有寶島神很大，好，還有3立新聞，然後還有我們公視台語台。跟我們這裡共起的一個是傳藝金曲的官方的這個臉書粉專，就是現在大家看直播的這個頻道哦，就可以看到當時候的一個盛況。是，非常棒。那個5點半就先交給你們，是7點鐘，跟一樣就交給我們2位了。是的，7點，準時7點。看我們2個如何用我們比較生動活潑的特別的方式來呈現，對，因為我覺得大家你就可以登錄之後，抱着一個看一出戲的心情，來感受整個典禮，對，因為會有不同的階段，那會透過2位像是說書人、表演者的身份，來告訴大家進入下一個境界的。我也想分享一下，因為這个主题是境界嘛，对。然後我就在想到說，我們2個人在討論這個主題稿的時候，我們2個是達到了一個瘋狂的境界。那你要不要考慮一下那個長官會不會聽不進去？不會，我點到為止。長官會冒滿。待會記者大家了解的，沒有，他等一下想要就是我們2個是。好了，我們就講一個是好了，好啊，因為我們打算原本一開場要騎馬進去。我一直說我一定要騎馬進來，他們說不知道有沒有適合張老師，真的一定要，我說一定要有馬就對了，反正或者是老杯少。然後我們就會想誰是老誰是少，誰背誰這樣對不對？一開場就要把氣勢拉到最高，先拉到最滿。我們場外有防護母艦，你們場內有嗎？比較少，所以沒有老杯少。來，我們聽到老杯少，我們就地改成阿媽家放合金要主持傳藝大道。真的不能輸哎！不能輸，所以我們可以想象這次我們對典禮的籌辦有多麼的用心，到現在為止，連主持人都還在跟我們的主播團隊一直在溝通，他們到底有什麼樣的扮相市場，真的一定會非常的精彩，一定大家不要錯過，看到這樣的卡司，想必也可以對這典禮的這個期待感拉到最滿。希望當天一定要準時鎖定我們第37屆傳藝金曲獎頒獎典禮，8月22號正式登場，傳藝大道，我們的100萬兄弟會為大家服務。目前陳昭文，我們的頒獎典禮，我們的姜老師搭上我們的帥氣槍線，一起為大家共襄盛舉。在晚會當中，希望所有人都能夠得到最大的榮耀跟快樂。謝謝4位，謝謝。我們4位來賓8月22號見。好，來，我們先4位來合照一下。好，誰可以幫忙安排一下他們的站位好嗎？來，好，來。正中央，我們先看一下官方攝影機來。正中央為你們高舉揮手的2位是好。8月22號傳藝金曲獎，來看一下你們的右手邊攝影群37，好的，好37，來 ，OK， 來看一下左方的攝影群。看到這樣的主持人，就讓我們希望典禮呢有一些特別的氛圍，希望他們超人氣、幽默感，又有藝術家的氣質，能夠讓我們的典禮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熱鬧氛圍。好，來，夢想要比3，然後稍微要比7，來。好，來。37傳藝金曲獎，好，最右邊，來，大合照部分呢，誰需要來？我揮個手，讓4位藝人可以知道，好嗎？如果沒有，我要進入下一組拍照的部分哦。好，那左邊再看一下嘍，誰跟你這邊都 OK 了嗎？好，要稍等，我們先讓那個100萬兄弟也要亮相一下。哎呀！看得出來，這是有架勢的一組主持團隊啊！來，好，我要再拍一組特別的合照，我要讓在中間2個，再換到外面那2個外面半徑的中間再來拍一次，不是
次，中間是蒼線跟夢線。好，江老師移到那個蒼線的左邊，然後交回到夢線的右邊來。沒有混搭，我們不能混搭，點擊怎麼可以亂混搭？一定要照原來的卡司出現，再拍一次亮相的照片，來，亮相可以，啥？沒有規定，都可以，最帥最美的 pose 照。江老師就是要彈鋼琴，這就是他亮相的方式。馬小鼻子，認真，太長了。来，我拍個可愛帥氣一點的，來，好。哎呀，我們看一下蒼線在遠望境界的那種認真的神情。左邊，台上就是我們第37屆傳藝金曲獎的主持卡司，我們的傳藝大道是百萬兄弟陳夢賢、陳昭偉，我們的頒獎典禮是我們的江老師搭上我們的蔡昌憲，希望在當天讓典禮熱鬧開心 ，OK 了嗎？好，那我們兄弟檔先來拍合照，昌憲跟江老師，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來百万兄弟。下午的秋之光，哎呀，好，左手邊來，他們現在已經也緊鑼密鼓在為自己這項重要的任務，好好的籌劃着。兩位兄弟想必默契十足，說學逗唱之外，他們也都是非常強大的跨界藝人，所以。會帶給大家非常有熱鬧氛圍的傳藝大道。好 ，OK 了，這個組合可以了嗎？亮相一下嗎？棒和金钟的亮相了。哎，哇，我們看得出來，陳夢賢下盤很穩。站得很挺，哇塞，還可以這樣子長期獨立轉來轉給你看一下，超棒！好，來 ，OK 了嗎？可以了哈，謝謝夢賢，謝謝超偉，我們先休息一下。來，昌憲和江老師，老輩上來了，好酷啊！不可以，你冷靜一點。來，我們先端莊，來，好，對，開出仙氣來，我們台上就是一個对俊男美女，我們拍出個境界的感覺，美到一個境界，帥到一個境界，可以，很棒。江老師沒有辦法跟不上，他們現在已經開始有一些自己的，可以，哇，這是什麼？自由發揮，就讓大家自由取經，拉下拉起。哦，真的有。好，江老師要跳芭蕾舞，真的很好聽。亮相，哦，可以，非常漂亮，可以来。我們眼神看一下攝影群哦，好不好？來，正前方 OK 的，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左手邊先，好，没問題。右邊有，還有右邊，照顧一下右邊哦。來，對他們只是你冷靜一點。江老師，你今天穿着就注意一下自己那個動作，就是不要，哎，可以。江老師迫切的想要在明年報入圍傳藝金曲獎。可以。我們的江老師就是自稱浮誇系的鋼琴藝術家。但他的琴藝非常的精湛，當天也會給大家好好的演出。單拍一個嗎？來，那就誰先來？江老師你先來好了。天哪，江老師你可以有20個 pose 來 pose 我啊！20，不能亂聽，剛剛真的擺出20個 pose。好，我們江老師非常的可愛，在網絡上有將近100萬人的追蹤，他的這個網絡頻道上不斷更新很多他在鋼琴上面的
創作的影片，大家還有他們生活裡面還有一些可愛的見解，相當受到大家的喜歡。這是我們今年的傳藝金曲獎頒獎典禮主持人之一，我們江雨婷江老師。啊，優雅，公主，白雪公主，可以，可以。好，他这节目需要自带音响，可以的哦，謝謝江老師，辛苦你了啊！好了，那來，我們這是影視歌3期巨星，我們的昌憲，台灣之光，很棒。來，他在藝術這件事情上也有自己多有涉獵，不管是歌唱，不管是演戲，還有電影，昌憲都有很努力的在做自我的超越跟精進。這次他也要來擔當我們重要的頒獎典禮的主持人，將他對這個表演的熱情也轉到我們對這些傳藝金曲獎所有入圍者的敬意。謝謝，來，100萬兄弟要鼓掌嗎？來，我們先請那個夢賢來，哇，我們給他請他降你啊，砰砰，來，哇，我們的夢賢非常的这个歌艺精湛，他有很幽默的口条，俘獲粉絲很多的这個追求的心，對他來講也非常的這個忠實。希望借由他的影響力，也讓我們的傳藝金曲獎得到更多的回響，引來更多粉絲的關注。希望頒獎典禮呢，開出不同於以往的燈光。OK 嗎？恭喜比較的部分。好 ，OK 了，讓張偉擦擦汗，航空母艦要飛上來了。好，來，柳琴藝術家陳高偉。出來就是兄弟，也是沒有要讓對方的意思。這是哥哥，哥哥說沒有哥哥，你有弟弟，所以他站上台霸氣十足。好，這個 pose 打完之後，我們來看他會對左邊的朋友擺出什麼新的 pose。當然了，阿傻啊，我操，這是可以。我們的4位主持人今天算是渾身解數，希望大家可以啦 ，OK 了嗎？大家都可以了。好，來，待會不用離開，我們4位一起上台，我們進行電子聯舞吧。好，我們請昌憲跟夢賢在中間好嗎？好，謝謝。学长很有经验，最近他3季都这样做起来了，所以我就很期待大家可以在那个时间播出的时候一起看到你们的表现，相信会讓大家有很多的。用的方式登錄。我是覺得。
會是有點模糊設計啊，那個亞瑟跟藝術啊，然後就有一個我們傳統藝術的前輩說，不要給他預報這種，他是根本就可以搞亂節奏。前阵子去车子点歌在想，然后讲阿贝啊，然后阿贝啊，竟然这一次为最佳演唱奖的陈劲松先生，我看到入围讲惊到讲，这阿贝啊，这入围传艺金曲奖，我是在从啥呢？哎呀，所以我觉得这次有很多的意外，很多的惊喜。那这个整个现在我们的传艺大道上面展现的，所以我们两个兄弟搭配是哪里刚好？就是一正一邪。三七三七。
那我要是重技術。好，我等下跟他打招呼。好，OK。我会当时那个承办的。好。来，眼神看向正前方的摄影师，謝謝。OK 了嗎？好，來，我們工作人員幫忙引導4位藝人到下一個工作現場。今天訪問在3樓，我們需要進行平訪一起拍攝的美女朋友，可以跟我們工作人員一起到3樓。記者會結束嘍。謝謝各位來到今天的記者會，我們在一起紀念和分享美女的成功。謝謝大家，謝謝。太趕了吧！记者上去了吧？还没，记者，那个文字要上去啊。
哥哥的椅子夠好，這樣是這樣。还可以，还可以。还有一件之类的设備。大哥都 OK 哈。这都是演技技巧，跟你的路线。可以发挥角色设定85%的狀態。你剛剛講你諧星嘛，4%都諧星的。4個嗎？我覺得是哎，我剛跟你講說有誰比較正經沒有？我沒有，在這前是誰是正？你是嗎？我是說你。我先丟一個好了啊，就是說這次大家接那個傳藝金曲獎，因為這次請到收在第一屆都有部分課，那尤其是3位跟傳藝有點接觸，可以講一下為什麼你們3位有歌仔戲？哦，我們3個是有一次機會是在那個詹雅文老師的，真的是合作，小在同台，就演了一出戲，然後我们有3姐妹，真的嗎？所以我们就男扮女装，是反串姐妹反串，但是看起來只有一位是妹妹啦，其他都像哥哥，沒有成功哎，對，沒有成功，還是像哥哥，對，只有我比較成功，還有就繼續，我是春香嘛，對不對？然後我是秋過了。啊，你秋香，啊，目前是夏香，哎，對，夏香，其中我們就包了3香，夏香，現在你覺得下次辦下誰最讓你發瘋？應該是哥哥吧？哦，沒有，我那一次是大頭，我那時候是京劇的女旦的那個大頭，哎，那個是非常正式的那個京劇的扮相。然後比較切虧應該是夢姐跟昌健2個人的，我是小旦，是漂亮的小旦。我們兩個都是漂亮的。等一下，誰漂亮？什麼意思？就是有比較。哥哥的部分比較莊嚴。哦。哥哥一樣有那種，然後一直開始鳳眼的。對。所以我們有同台演過歌仔戲，所以這個組合也是有一點淵源在裡面。那你之前問你的時候，你就講說你從小其實在舞蹈就是小琉球嘛，對，都有看歌仔戲，也看歌仔戲。對，我們從小的那個娛樂節目就是看歌仔戲，所以我們在戲棚下長大。那歌仔戲對我來講也是又愛又恨，那是我們2個的興趣，但我也差點命喪在傳統藝術下，差點命喪在哥哥的手下。因為以前那個歌仔戲的野台戲很流行那個吊鋼絲，會有吊鋼絲，然後我們就想，回去吊，然後我真的回去吊，然後去買童軍繩來吊。我們去五金行買了整組的器，時間都吊了。我們去五金行，然後複刻那整組鋼絲的那個，然後再綁得很專業哦，結果那個鈎子買錯了，買到一般那個文具鑰匙圈在鈎的那個，然後我一背上去就啪，然後臉着地，他上來整個臉都毀容了。那哥哥從小就那麼豐滿嗎？沒有，我們有分工，因為我們其實是3兄弟，他最小的嘛，所以他在當那個被拉的人。我跟我2弟2個人，就是那個要有 tempo 哦，比如說他會繞圈子，就1、2、3，然後定住，然後還有前後的那一種。所以我們就是自己在家裡面會把我們剛剛戲台上所看到任何東西都複刻。好厲害！爸爸媽媽在哪裡呀？爸爸媽媽就是有個。沒有阻止你。那個有名無實。然後我們還因為哈，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們的童年很多趣事，比方說我是跟我兩個去潮州看明華園演出，那時候我們很瘋那個孫翠鳳孫老師，然後我們演完之後，我阿姑為了在我等，結果呢，因為他就宣布說，等一下我們孫老師會留在現場為大家做什麼簽名會，因為沒有每一場都這樣子。我在難得的機會，我們2個就排隊了，就不管舅舅在現場不在現場。然後等我們整個排完已經11點多了，已經搶點名了，那11點多。然後看等於跟外公家嘛，那時候在媽媽在蘭州，外公家跟阿公來台灣，我跨國也跨國。然後我媽就我給你的笑啊，笑啊，點啊，然後說哈跨國有什麼那哈哈沒嗎？跨國呢？所以一路被罵上來，不過現在也罵進那個傳藝金曲了。哦，真的，好，我們先輪到江老師一下好了，就是古典你會扛得很壓力很重。我覺得他一點都不古典。他是彈鋼琴的。對啊。外形。我覺得我應該是打破了很多人對古典音樂或者古典鋼琴老師的一個印象，所以對很多人對我的那個影片會有那麼多的印象，就是因為他們覺得，學古典音樂不是應該很有氣質嗎？但我真的認為學古典音樂的人不是只要用氣質去形容他，應該是學古典音樂的人都很真。
我覺得學藝術的人都很真，所以我會覺得大家就是在我身上看到那些不一樣的特質，然後讓我很有機會可以得到這個主持的機会。所以你刚刚是說你是气質？我沒有啦，就是我觉得氣質分很多種，我這種也算是某一種氣質。他刚刚有說啊，學音樂不會變壞，但是學音樂會變瘋。沒有，哎，老師你应該也覺得說，很多學音樂的人，當你遇到本人的時候，就發現哎，這個嚇到了這樣子。对，在虹口在那里。有点过敏的。是当时掉。掉的不是他啊！那个吊钢是到背后，不是掉我。他演的剧本不一样，他演拿刀这样。所以我去山上做活动，包括为什么入山之后，然后叫出山之后就红脸这样。现在注意哦，哎，这是真正的啦，这是真正的，这个模板面嘛，就是你里面也有红肿了，会这样。没有啦，没有。那你说平时说同样都在演艺圈，你是怎么样说对的？都对的，每他们其實我們也很少對打，因為我們兩個擅長的東西不太一樣。像哥哥就是專長就是主持、唱歌為主，那我剛好就相反過來，所以比較少對打。所以啊，全球巨星他有很羡慕。因為我是國際巨星啊，因為我之所以稱為國際，是如果是可以全英文講話的人，這樣子。留美碩士。哎，留美嗎？留美，我是在美國念宗教學碩士，然後博士2年肄業這樣子。來，跟我們講話嘛。又不相信哎，不相信，沒有，其實他真的是蠻高調的。我這個政大的都沒有在講。但是關西利亞他自己有時候會很誇獎我一件事情，就是因為我雖然會講英文，但是我不會在對話中亂摻英文進去。而且規範是單一人工單一的沒，他都會都啊，真的要來講英文再講英文。就不會精晶體的。對，真的很棒。對啊，非常 So happy 哦！不想聽講英文。對啊，可以講一聲。我可以模仿那個機長在那個亂流的時候來播啊。一起亂流啊！準備來啊，係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carrying turbulent air. For your safety, please remain seated. The seatbelt fastened. Meanwhile, please do not use the lavatory.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Cabin crew is seated. 哇！那只是因為你如果幫他講這個剛好是最那個啊，最直接可以秀的。就是大家有這個共鳴。哎，我可以播台語版，還是你可以用英文唱歌的戲？新卡北北英文版。我來定二好事啊，數水雞，你數水雞哦，你是看聽哦 ，through three gates。對啊，對，through three gates。你這倆出門必數水雞就看聽。類似這樣。哎，你會把這些搬上傳藝大道？確定嗎？要確哦。應該是。長官已經在看了。有沒有預算幫我們編一個開場曲？這樣。可以改掉說。而且你還出了不新的。要說你學位是什麼？我是西來大學的宗教學碩士畢業。哦，碩士。啊，我以前是台灣蠻少做佛經翻譯的，對，就是可以做佛經翻譯。哇，翻英文。對，中翻英對翻譯啊。真的，剛好傳藝大家用不到。沒有，因為我們要 hold 住我們典禮這部分。對那個原因。對，沒有，就是剛好。給你一個讚。我在這邊。這邊你叫抱歉。啊，來這邊。哦，架他我補。比較近聽呀，因為其實大家都覺得可能我跟傳藝還是比較遠，但是因為其實我在過去的表演裡面，還有這是外景啊，就是訪問過很多團體，比如南關八冠啊、國樂啊，還是說我幾年前有參與的音樂劇就川舞，那其實我是裡面的，就是算是接班的嘛，接班，所以我自己要練鼓聲，所以當時也是練了超過半年時間，都在打雲手啊，或者是考原場。
就把基本功做好。所以这是我最接近傳藝的一小段，對，但是這也是讓我很有信心啊。因為我過去真正無較無這方面的經驗，對吧？所以，但是我覺得傳藝很勇敢，我們也要很努力。那江老師說一下你好的，就是特殊的才能說社會動機腳好像也會動。講一下你平時尤其你 YouTube 有做到YouTube 頻道70集了。對。我覺得。所以你怎麼會用什麼方法讓人家去認識傳藝呢？哦，吸引入門是重要的。對，其實當初做頻道的時候，就是希望讓大家覺得古典音樂不要這麼遙遠。其實我覺得跟傳統就是傳藝這一次的還是非常非常接近。我們都一直希望可以突破同溫層，不是只有在這裡面的人可以懂得欣賞傳藝的美，而是說让更多人都能夠就是一起去欣賞到。所以那时候就用一個比較接地氣的方式，比較趣味的方式去包裝這些企劃，讓大家覺得說，哎，其實我原本以為我是木耳，但是後來也發現我不是音痴。經過就是比較簡單的講解之後，其實都能夠吸收到很多古典音樂的知識。那我覺得這傳藝也是這樣，就是我們一直我觉得我們一直在強調說，其實現在的跨界或是各種嘗試是非常非常豐富的，大家不要再抱着那種好像对你來講，對你來講就只有那樣子的。其實不管是編曲啊，或者是在整個戲劇上各種的調整，都是非常符合現代人的口味的。学生报了名之後一到現場，哇，老師怎麼是這個樣子？怎麼会他們特別期待吧？哎，他們都在頻道下面留言，他說：“哦，我小時候的鋼琴老師好凶，都一直打我手。如果我遇到的是你，我就會放棄鋼琴了。”然後我在下面留言說：“你會放棄的更快。”對，我就這樣講。我說：“你會放棄的更快。”沒有，必須講，大家能夠走到這樣子的境界，每一個人都是非常嚴肅而且很努力的在練習。在每一天為自己打基礎。人家說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鐘啊，這個完全是彰顯我們所有這些學藝術的人的心情。所以其實大家不要覺得說嘻嘻哈哈就能夠完成一個事情，但其實私底下練習是非常嚴謹的。那如果經過今天，我要看你活過成这个样子，这个什么樣子？活過了，那你們先比較有做台詞。哦，完全是非常的歡迎。我們這邊下面有這樣臉書啊，好像有你沒封啊？他現在沒有封。封鎖他嗎？有嗎？不是，沒有。從跟他4號局面合作去，或者之後大家見面談一下。你說跟他的部分是？對，有結果。因為其實他真的有讓我嚇到，就是嚇到部分就是他真的停不下。但我覺得這個停不下來非常好。因為我們可以有很多創意，很多流動，就是傳藝，我覺得有時候可能需要這樣的精神在，所以我們就把這樣的狀態包進去。因為就像他們看從小就是這樣玩出來，就這樣瘋出來，就是在日常的過程，其實傳統藝術其實在我們的周遭是很容易親近，只是你不覺得它是傳統藝術，但它就在我們身邊。你看伊的時陣，把有一寡歌仔戲、一寡戲曲，是要國樂音樂都很記錄在我們的日常裡面。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可以讓登錄這件事情變得很容易。你只要有賬號密碼把它登錄，那你只要打開電視，你就可以登錄我們。我覺得這個狀態是非常親近的。Yeah, come on. Log in, 那有境界。Yeah, welcome to our show. Thank you. 謝謝，非常感謝。這邊剛剛有人掉嗎？有，那很合理。對啊，我覺得講得很好，就像是古典音樂，大家可能覺得很具演導，沒有，其實大家平常很多那些音樂，從古典像垃圾車就是。每4個在電視的跨界，跨超跨的，很難想象典禮的樣子。我覺得我跟夢淺很巧妙的把歌仔戲跨到綜藝裡面。因為我們小時候王公跟我是這樣說的，我們常去看那個明華園電視團的戲，順便幫他們打個廣告。那後來我們在綜藝節目怎麼看到那邊有個板扣，跟青春飛行是吧？我們兩個有一個術語，我們兩個有個很特別的術語，大家都可以團呀。就是說的 Anthony 團的意思，就是我們等一下情緒要加倍的濃烈，要撒version啊，不同版本。對，所以我們就會就是完全是把以前傳統藝術的根基，完全用到我們的娛樂故事的效果。因為我來一小段，我們來個不濃烈跟濃烈的，還有那個反差。
我今年我演做第三查某，啊你演。啊，我是你咧做，我做，我你咯。你特啦，我特啊你发现啦，啊你先一个不浓烈的。我是恁翁啊，发现你什么代志？你嘛是无浓烈嘛？怎么是无浓烈？无浓烈。你是咧甲我讲？你是查某。你是外口乱讲遐久，到即马才互我知影。我无呢，我无含乌白来，你是毋是讲？你哪有可能的无？你是毋讲我唔使当选？对啊，我就是当冲的啦。我哪有可能改乌白来？对，哪有可能？其實希望了。然後如果比如說我們現在要這個節目要求很濃烈，對不對？有什麼代志？我什麼代志？我看你最近走路骹就要來開，哈？你這個板板查某，佇外口一定好烏白來。我無，你無？有啊。你手抓？你聽我講，為什麼我爛？我相信人當家人，死也是人當家。你死你外口就好。天啊，這個人要跳我解水，我人要聽你解水。就看你跳來吧。太厲害了，這默契太好了。你還想是故意的吧？這酝釀很久。累死。等一下，你剛才講正大。真的啊。他表示他演繹的非常好。我真的啊，我是那個高雄正修科技大學。正修跟政治大學不一樣。高雄澄清湖旁邊的正修科技大學。正大，像正方正的正，是不是？啊，對對對對對。在 Google 咯。OK。我這主要是 gay， 是 gay。那都是 gay。你這東西騙他。這個會不會傳譯的長官看了之後想說，我們這個案子要重新上標開標這樣。錯誤的選擇。因為畢業證書嘛，傳過來給我看一遍。你說我的畢業，你說碩士的畢業證書，我有。我跟你講，我在高雄很大。所以這個話是比較負責。啊，對。所以這次大家看到不一樣的產品，比如說，看傳統比較有新東西，看到會更多人加入。做個收尾好。保持這個不要預設任何的心情和側理，就是不管你理不理解傳譯，我覺得現在的詮釋的方法這麼多，然後我們用這麼輕鬆愉快的方式帶大家認識。它也是一個跟生意一樣的關係。對，其實我覺得你可以抱着起碼你雖然其實第一點第一個難度大陸版，難度都得，你一定是你不會說哇，我要準備去看了，我跟請他安裝安搭板咖是那種，你只是穿個拖鞋坐在那個椅子上，好好的享受上，就是這麼輕鬆自在，這個很容易登錄，所以歡迎大家真的8月22號，就是一定要從7點啊5點半看到9點10點。你到底會穿過什麼？在家裡。不要穿這個。請上會上。來，夢潔。我是希望借由這次我們一起的不同風格的主持，那希望很多不同各個領域的觀眾朋友一起來登錄。那傳藝老師們呢，可以借由我們這樣的主持呢，拋開他的矜持，把嚴肅的一面丟掉，一起來解鎖今年的傳藝金曲獎。更多人認識這些老師，更多人認識這些入圍，是更多認識更多老師的。哦，最後我要收尾，我收大尾。你專業主持，來寫我的。不開心，不開心。來呀！反正呢，說那麼多，這是我們的這一組呢非常易裝易寫的黃金陣容，絕對會營造出一個雅俗共賞的傳藝金曲獎。以上有力。亦正亦邪，裝，什麼東西？不是一正一邪，因為我是邪的正，這是我們的隔壁有人不太知道誰是邪的，對，沒有打算。對，我剛剛一進電梯，我說怎樣什麼意思？一正一邪，誰是邪？你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已經很明確了。謝謝大家。那個茶。有在變瘦嗎？有，我過幾天有一個戲要拍，就是調整一下自己的狀態。認真算起來都5、6公斤，雖然我的公斤數沒有太多可以瘦。不用我別。沒有那意思。那個剛剛的氛圍延續下去，沒有的來。
1月份接到传艺金曲的，说確定是我們那個傳藝大道，我經紀人借我酒你知道嗎？強迫我那個各種運動，我也瘦了大概5.5公斤。你從1月到現在只瘦5.5公斤。能不能當朋友？我們能不能做朋友？我們4個。我們就是我是展現一個極致，但是8月2日還有段時間，還有段時間，我大家拭目以待。那你們4個好像身高嘛，你觉得是誰最高？不会他你比較高。但如果大家都怎麼騰起來？可能是夢顯啊，夢顯高我0.5公分，我168，你168，我167點4。等於你哦。哦。沒事啊，對啊，我們見好就收。對，到这边我不能太，我那個長官們有跟我說，你可以瘦一點，但是不准給我變瘦了吧？這是特色，因為怕認不出來。他說因為不知道怎麼，以後不知道怎麼做你這樣子。他正不是那個啦，傳藝大道。因為我覺得，我想演藝界一胖一瘦才會紅得久。誰呀？南方2重唱啊，大小百合啊。那誰是胖誰是瘦？那動力火車嘞，動力火車，那個不一樣，那個是人鬼殊途。人鬼殊途，我還沒有標題，瘦。越來越難看，白系統。OK 嗎？各位，好 ，OK， 謝謝，給你加油，謝謝。這裡修車的是真的嗎？講到都不是。怎麼這樣沒有更新啊？好可怕！還有，謝謝。拜拜。